出身貧困家庭的台中里長柯志雄，細漢時曾經受過社會各界協助，才當順利完成學業。這份溫情，伊時常藏在心內。大漢了後有能力，伊選擇回饋社會。在日當前，為發送10公斤的白米開始，默默關懷歷來弱勢族群。隨着理念被更加多朋友看到，善心資源也逐年擴大，和愛心行動持續延續。我們發物資已經連續12年了。那為什麼之後會固定在寒假、暑假之前？因為會在寒暑假之前，是我們之前有跟國小的校長討論過。因為每年的寒暑假之後，然後學校沒有營養午餐的提供，所以一些清寒家庭的學生他沒有辦法有營養午餐，晚上可以帶回家去做食用。所以之後我們就衍生到以後都是每年寒暑假的時間，然後發放一些愛心物資，然後提供給學校，讓小朋友他可以彌補寒暑假那個空窗期的物資，可以多少補足他們的生活需求。兩當前，柯志雄知影背後一位做田的阿嬷辛苦栽種的高麗菜被切單，伊馬上家己開錢買下500粒，分送予里來弱勢家庭。今年的高麗菜再度面臨價銷崩盤，伊再次出手，各買700粒，希望同時幫助農民，嘛當減輕弱勢家庭的生活負擔。今年冬天因為高麗菜分盤哈，那我們在網絡上得知訊息，那本身我們是里長，我們就自己自費去採購了700顆的高麗菜，那分享給里民。也希望在我們小小的力量當中，可以去支持農民，讓他們可以把一些高麗菜把它行銷出去。這份當年累積的善意，也感動了隔壁田寮里今年首度加入公益行列。這次行動要特別感謝大中里的許志雄里長，謝謝他提供相關資訊，讓我們田寮里可以參與搶救農民的行動。那在這個許可範圍內，我們實際採購500顆高麗菜。一方面是協助農民減輕壓力，那一方面也是把這個心意分享給我們田寮里的民眾，還有弱勢家庭。那我相信里與里之間的合作呢，不只是行政上的連結，更是彼此支持，共同照顧社區的力量。希望透過這樣的行動，讓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感受到溫暖。為單一一個里到跨里合作，地方里長以上大勁民眾的力量，默默扛起社會一角。也讓行善不再只是口號，而是成為社區中上溫暖行動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